你每日都用嘅微波爐，有冇留意到佢塊玻璃門上面有一層密密麻麻嘅黑點網格呢？你以為只係裝飾，其實佢係保護你免受無形危險嘅關鍵。呢個你從來冇為意嘅設計，背後隱藏住一個重大秘密。微波爐透過產生高能量嘅微波嚟加熱食物，但微波其實係一種輻射，如果冇阻擋，佢會對人體造成傷害，就好似被曬傷咁，嚴重嘅仲會灼傷內部組織。點樣將呢啲危險嘅微波鎖喺爐腔入面，就係一個巨大挑戰。而玻璃門上面嗰層黑點網格，其實係一個精巧嘅微型法拉第籠。佢嘅孔洞經過精確計算，大到可俾可見光穿透，等你可以清楚睇到食物。但同時，呢啲孔洞又細到足以將波長較長嘅微波完全阻擋，確保微波爐運作時，所有微波都安全咁留喺爐入面，一絲都唔會洩漏出嚟，全面保障你嘅安全。一個簡單嘅設計，卻蘊含住深奧嘅物理學原理。